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花莲有民众把这个姜芪当作是水鸡煮来食，结果是食甲中毒死亡。讲是朋友送的，足足的6个人做伙食，这个食了害落，开始吐，骹手四肢是起麻痹，赶紧来送病院。其中一个人中毒受侵，救无倒来，过往路。原来因所食到的是禁毒的盘古姜芪。 四卡姜芪分别清楚，这分别清楚后果有人因此无命。花莲有民众收到朋友送的四卡肉煮来食，食啊中毒失去性命。卫生局专员查验因食村的食物鉴定，发现根本是盘古姜芪，6个人食完60寸无爽快。盘古蟾蜍它本身是对心脏是有产生很大的这个毒素，那它造成的症状跟这5位的症状都是非常相似的，就是呼吸困难、呕吐，那这个还有眩晕等等症状都是一样的。 但是姜芪嘛，毋是讲袂当食，伊是需要经过特别处理的，有的民众拢知影。头甲头要到我身躯遐吼，伊个头甲后个粗粗的，迄有毒，迄个毒掉。啊，伊迄度皮肤病啊，甲肝歹，应该是拢食安尼。拢食，恁全家大部分拢食这。以前这回是安尼。只是姜芪甲四卡要安怎分辨？这卡只皮肤的表面爱看详细。在台湾只有2种，就是盘古蟾蜍跟黑框蟾蜍。那它们一般野外最容易辨识的特征就是这个眼后的油，眼后都会有很大的油线，这是它们主要的毒线所在。不过卫生局要提醒民众，虽然姜芪肉本身是无毒的，不过上好也是唔通随便乱食，以免失去性命，造成危险。